成立成分的机会，我着爱更加明白，我的生命伫彼此的关系里面，我要安怎样求讨上帝你的意会？求上帝你帮助我，互我若伫即摆疫情，我有甲亲人有较侪时间亲密的机会，更较要紧，我甲主你的关系，我着爱更加孝顺，我甲上帝你的关系，承受到遐亲密。主啊，求上帝你亲自常对阮的帮助，互阮常常伫安静的内底来操作上帝你的心意，互阮无得成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互阮伫上帝伫人的面头前，通看见阮是好，佮尽忠信靠主上帝的囝儿女。愿上帝你常做阮的帮助，心存谦卑来到主你面前。我相信，阮的生命要得到丰盛的稳定甲高雅的祝福。我喺即摆伫伊面前，将阮真正的敬拜，对头到尾全然仰望交托上帝。愿上帝以常做阮的帮助，引带阮、带领阮。特别我要为着中国大陆伫即摆无论大水、人为所造成侪人的生命的死失。虽然这个国家有侪共产制度内底所带来的无好的行为，总是阮知上帝伊是行公义的上帝，伊疼惜每一个上帝伊所创造的生命内底，伊要行新疆技术来做转变。虽然阮袂捌这人，总是阮用疼、用温柔，特别要来为伊祈祷。阮知有侪人的生命伫大水的中间。来丧失了因的生命，主愿上帝你亲自帮助因的政府国家，互因真实疼惜因的国民，真实来疼，毋是用关系，毋是用单纯的势力，乃是真实出对疼来关心因的国家人民。主愿为着全世界全球，侪伫即摆疫情所带来危难、生命危机，甚至丧失生命的家庭。来恳求，求上帝以圣神成做因的安慰者，帮助因，互因会当行过伫即摆疫情瘟疫所带来生命的苦难。求上帝以赐福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义的人，常常会用祈祷来超出上帝你美好的心意。阮知阮的生命若无祈祷，阮就无快乐；做祈祷，阮就做快乐。愿上帝你经过阮，常常用祈祷来超出上帝你的心意，互阮成做一个心存谦卑的人，互阮成做上帝你称做好佮尽忠的义人。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同心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咱特别做伙来为着咱今日的敬拜，互咱的心全然伫安静的内底，拍开心灵来做伙敬拜上帝。但佮即摆来为着咱家己今日的敬拜，无论人多少，咱伫直播内底所观看的兄弟，以及每一个伫在场参加这个聚会的兄弟姊妹，我相信咱都是抱着欢欢喜喜的心。虽然外口带来风暴，但是我嘛相信，这雨水要成做润泽土地上要紧的帮助。咱佮即摆开声来祈祷，互咱用一个正确的生命来做伙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主，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我的主，我上帝的信心和帮助，每一摆我看见，上帝你所许许的帮助的，所看顾我的，是何等的正，是何等大的水的恩惠，主，我的光目标，我是看见上帝你生命所的光明的恩，主，我的心情一定欢喜和快乐，虽然有无方便，总是我的心。
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下，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受阮一日气，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今日真欢喜，咱三个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邀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就是关机。咱三个伫今日，把咱做伙坐梅花座啦吼。咱看见椅啊顶面拢有搭这个贴纸吼，咱坐伫迄个贴纸的所在啦。啊，要紧，只要你平均两个人，你中隔一个角度，安尼就会使。吼，而且咱特别注意者，吼，把咱感情从咱的心来咱的敬拜内底来享受上帝平安来快乐。感谢平安，平安是了好所名字，咱真欢喜，因为这个为家敬拜真善良。诗篇151是何乐的心，不要讲，天后创土的，拢要何乐摇花上帝，伊咱的性命是上帝分一口入咱内面。这个空气是，使咱的空气不断不断的供应是免费的。上帝所产造的空气是上清气的。虽然疫情已经连续2天啊，但是咱嘛看见一个人来送迄个性命，咱真感谢上帝，供咱新鲜的空气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咱做来何乐，咱要以献上来何乐哩。咱拢要何乐呀，何乐，以为献上何乐哩，咱拢要何乐。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
了我上帝互咱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是无惊的平安。伊所给阮的是平安的意恩，安这个就是平安。如果我想我们所怀里面，心是平安里面，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里面，其实平安里面，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求你寻见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里面，只是平安里面，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求你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求你寻见。我们再次来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求你寻见这是神所赐的这是神所赐的。这是神所赐的，这是神所赐的。按这来的东西，天父上帝，我的心欢喜，我的心悦纳，因为你经两个月尾，就伫圣殿内敬拜你，我非常意外的发现眼睛，我非常的敬拜你。因为你是主管的天父，
伊你遐有丰盛有你的信息嘛到达世界。阮真感谢，我每一工所吸的空气是你免费供应我们。阮感谢你听应阮疫情这段时间，阮的心无平衡。你赏赐平安，互伊的变是有盼望、有信心、有活泼的生命。伊的话就是光，伊有讲，敬畏伊的是智慧的根本。伊塑造阮，改变阮的性命，成做新创造，一个新的人。但是我嘛爱承认，原来伫你面前来承认，阮有软弱、软正时阵，阮人嘛有做事时阵会来做唔对。阮感谢你的拯救，主耶稣来为阮赎过罪，来救阮脱离你的侵听。阮恳求你赦免阮，将阮迄个歹混乱的海摆在伫你的面前，用你的光来撤销。求你帮助阮有现实的引带，互阮来顺咱耶稣基督伊的教示，拢会当成做伊所欢喜的人。阮愿尽感谢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共读新的概念。奉着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手玛利亚出世，伫本丢过来到里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大人物。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右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文第63篇，我来启名册内面。神是对所往人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我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对神，也并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若无经验死，是牵线去上帝遐。伊若事牵线以前，一定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要信上帝有存在。对神对还未看见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也要来喊受业，去底咧承受做产业的地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事，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
而且圣歌对锻炼咱的耳朵上帝，伫咧唱的时光是人对我讲，我就欢喜。三角来坚守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27篇1节到4节。诗篇27篇1节到4节。我用台语来本来读读。耶我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是谁？耶我是我活命的快乐，我要行是谁？遐个做歹的人就是我的cứu赎。我的对敌来攻击我，要食我的肉，一时因就如甲误倒。虽然有兵丁战赢要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吓。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犹原自在。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对伊爱直去，就是一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面。这是请牧师正道，伊要正道讲到性命。听每一个愿意将伊的心交予伊啦。我想这是咱信主一生中间上要紧的生命吼。咱去拜三甲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主阮满心感谢你。虽然外口风雨，但总是阮的敬畏主的心，也无怕倒，甚至无怕花阮对主你的热情甲渴望。求上帝以亲自请做阮的帮赞，带着敬畏主你的心，带着火热的心，因为阮知你是至权，你是满有权能对咱的主阿爸的上帝。你毋但创造了万物，你嘛要搁一摆互阮伫生命应该有的规律内底来领受丰丰富富的恩典。主，我要同齐自进你的面头前，我要共同来领受，我要同齐来经历主你的无限，你的疼痛，你丰盛享受的平安。主，我知我的生命袂当伫安稳的内底来得到应该有的意义的事。主，你要互阮经历伫生命无相款的苦痛的内底，要悠然勇敢行在。
求上帝你信心成做阮的帮助，守住智慧成做阮生命的阳光，互阮知要安怎行，互阮嘛明白要安怎样会当讲出造就人的话，互阮的生命会当因帮助上帝。啊，阮伫你面头前，将阮下日的时间用电交主，愿上帝你信心，每一摆来引带阮，帮助阮，开启阮上帝的目睭，看见伫你圣经内底的丰富的道理，当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伫即段疫情的中间，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了解生命有上帝好。是毋是？咱是种疫苗较好，吼、有疫苗较好嘛，对无？吼、嘛有需要来接种疫苗，吼、是较袂当的。我感觉咱已经做啊，真好。即摆吼，咱讲即摆嘛有高端，更加高级的这疫苗吼，高端疫苗。其实我感觉拢无要紧啦，吼，只要咱是什么时阵，上帝互咱应该接种疫苗，我想咱就会使安怎去接种。我想这是一个哪市场啥？过去咱无即个小儿麻痹的疫苗，有无？在囡仔出世应该注疫苗，其实这拢是过去咱了少年的时阵，因为咱无经验来讲，原来这疫苗会当救咱人的生命。其实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拢一直咧放一个安全的智慧伫甲咱讲。无论台湾，无论这个社会，无论是这个大环境，其实拢有伊的使用规则，比如讲，咱咧看，包括连续规，先没办法模仿。好，咱知影这是 AZ 嘛，要接种 AZ 的这项使用说明，就是讲你若发现讲你有相关的状况，你买同医生讨论，包含你有身体有相关的状况，注料有相关的情形，咱拢知影有一个使用的规则，使用的规则。咱的生命敢有使用规则？有没有？有嘛？爱较早困的该有的啥？食食的习惯咱应该有的，这拢是咧甲咱讲起，要安怎样，互咱生命一个安全的啥闭关。所以今仔日无使用一个主题，生命会当得到安稳的闭关，有无？有无？还是免？免啦。所以讲这你我较少年我比你出过比分较多你咧甲我讲生命秘诀，但是即摆，咱的信仰的生命有伊应该带的秘诀，这是咱的生命当得到丰富、祝福、真要紧的秘诀。所以但是即摆，阮每一个日，咱每一个人都咧思想，到底咱要安怎分别咱所面对头前的道路，这是咱目前每一个人开电视就是准备要看到底即摆疫情进入到什么程度？咱你即摆每一个人都会头路，但是信主的人，咱敢有共款即种的热切，甲上帝讲主啊，我的灵的内底会较无甲迄个啥仪态是啥物？你毋知你的生命，你有啥物款的仪态？伊即段时间咱疫情的时间我真感谢上帝。伊即段时间有3位青年是这国中生开始接触教会。咱拢会想讲，即段时间拢是回忆来，拢是虽然伫厝内咧过家己的生活，甚至这嘛是遵照疫情的这个规则来咧。但是这青年呢，毋是因无底去，是因为因来教会非常欢喜，因嘛真正无底去。所以就只有联络牧师，联络牧师，咱会去教会无？我就讲，但是你按照咱的防疫规则爱带挂这个啥喙安嘛，来的时阵就爱量体温消毒该有的规则拢应该来。所以嘛，想看伫这过程中，咱来教会做啥？拍面讲，挂口喙安，拍面讲，共款甘治安、甘牧师，伫这中间讨论、交陪、交谈，伫这中间因影收入来教会非常的好伫这中间我体会到一个重要点，我甲伊问过，我讲谁讲你想要来教会？伊讲毋知呢，无来教会怪怪的。你无来教会感觉怪怪的，还是感觉伫厝里看直播较舒适我相信今仔日看咱头前面，比如看教会好像有点手忙脚乱，
其实讲起来直播并不是来感觉比较轻松的。真的啦，架着一台那简单就录一下从敬拜啦、祷告，还是自己来，其实我是比较顺的。但是咱要行动，想要上帝要搁一摆，互咱搁一摆三角主节，就是要伫无相款，大家人要无解承认、无解信息的操作的内底，会当建立一个完全和谐的环境。所以生命要会当安稳，就是在于咱要安怎样倒转去到伫厝里。咱即摆疫情大家人倒转去厝里有无？你会使有袂走啊？大家人中间你可能过来拜托，毋爱扛你的亲人，都在讲话。你妈妈说要扛你的丈夫，甲你的太太三角交谈。但是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你搁要当厝里，我毋知影你当厝里，你看电视还是搁要扛你厝里建立关系。但是即摆生命要会当安稳，是咱要来伫这个环境的中间，咱要去分别人的关系甲群体关系中间，上帝互咱伫教会内底，咱的教会要形成塑造心理馆和谐的环境。阿们，这是上帝要爱咱了解，所以咱是话，一个生命要求平安的环境，那也是有限的。伫无形的中间，咱嘛是爱去处理。无形的中间有啥？你生命要安怎就会当避讳，通会当互感觉，通你做伙是安怎做安全的。咱知影同亲人做伙做快乐，袂啦，咱都袂啦，无有当时啊，看咱的太太咧冤家，甲翁婿咧冤家的时阵你的安稳我唔相信。困嘛袂舒适，食物件嘛食袂落。每一摆我也通互孙女啊，我解决着煮食的代志你主要想起来，你这无人啥你想到无煮啥，常常有当时咧中间来搭水果，所以咱就当知影，生命的中间咱要安怎样安稳平安，那有限的，伫无形的智慧内底，我们要学习。所以，今日讲姊妹对咱大家注意看咱家听者头家讲者。讲你着爱建立无形的生命，你着爱建立无形的生命。有形的生命真容易啦，我认为真容易。第一，你要有钱；第二，你只要有一个好物件，足容易吸引人的；第二，你只要有一个好带去一个好所在，你食咖啡的，你就感觉真舒适。但是无形的物件，人甲人对谈的中间，讲话、眼神，甲一个互动的中间，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咱姊妹，今仔日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在，是咧听候的内底，当诗人内底，伊咧讲起咧听候上帝，伊咧听候啥物？伊咧听候上帝安怎样成做伊生命会当安稳落来的生命意义。所以，咱做伙来看诗篇27篇的第1节到第3节，伊讲上主是我的良跟我的救济，我腰咧行啥？上主是我生命保障，我腰咧行啥？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噬我，因拢袂换到失败。虽然大军扎营无包围，我的心也袂惊惊。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了悠然安稳自在。我毋知你有这种心情大军亲像讲大军扎营包围我我的心了悠然我的心也无惊吓。但是姊妹大家讲，我对上主求一个代志，只有啥？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找求伊的指示。哇，非常水的一段圣经在。我属平台直播，目前咱是疫情咧看这个直播，有点是人会开始进入一个阶段，伊做看直播较方便较舒适。咱即摆开始1个月后，疫情控制，但是咱的兄弟姊妹，伊要永远无出现伫咱的中间的敬拜主的事，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咱着爱注意，咱伫关怀领域，是毋是大家做伙来做邀请，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来敬拜咱的主。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大卫伊伫迄当时为着咧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
当正人拢咧气煞伊，连甚至连爸母嘛无要收留伊的时，甚至人伊遐来通风报信，甚至互伊感觉无法度通去行落去，真寂寞的中间，伊只有求一件代志，就是求上帝的安慰甲保护。所以家己听下这讲，当你为了艰难的事，就爱求上帝引带个观念；当你为了艰难的事，就爱求上帝的观念。但是起码生命安稳的秘诀，什么是安稳？安稳的原文叫做啥？没有挂虑。你有没有挂虑？有挂虑。有啊，所以哦，为了囝儿孙，像这段时间以前老师特别挂虑在囡仔，会知起来是不是都去讲爸爸 iPad 我可以看 iPad 吗？我可以看。真的是对这个妈妈父母亲对囡仔要细汉的爸母来讲，这段时间实在是足苦难。所以有一个新闻媒体咧讲起讲讲希望政府咱赶紧解放，甚至看这个幼稚园出来这个方式，会当帮助因紧来好好会当进入一个生活理论内底。所以安稳重要紧，要安怎样无快乐？意思讲，咱人的生命要安怎无快乐来面对咱的生活非常要紧。特别对基督徒更加要紧。咱主要啥？咱主要有上帝才对咱生命帮助。所以，咱以前咱听过一个故事咱知影一个故事讲，跟一个人伊伫一摆困难的中间，去到一个荒郊野外一个无人岛，后来伊毋知影要安怎转去，毋知影要安怎转去中间，伊只有为了要生存啦，伫咧中间来搭一个厝寮然后伫咧中间一暝困醒的时阵，发现讲哇，火烧烧了去。当烧了去的时阵，暗时伊就咧忧愁快乐，咧想讲，上帝啊，主啊，你是安怎安尼对待我？但是只晚，等伊过一日，困一醒了后，竟然有飞轮机飞来，伊听到一个声音要来救伊。我伫遮，我伫遮。后来这个人就甲伊问这个救伊的人，我甲伊讲，你是安怎知影我伫遮？你是安怎知影要安怎来救？伊讲我来看电前一天我看咱有啥？回烧回烟嘛，对无？所以咱起码，咱人的生命讲啥？咱袂明白，咱拄着困难的时，其实有上帝美好的意思咧带领。咱往往是认为讲你讲这当好话啦，我来好好做好，绝对就袂发生这代志。敢真正安尼？其实毋是，即摆咱对以前咱知影，这无定的病毒是无定的突破，敢毋是？但是咱的心有一个上帝故事甲帮助的时阵，以前老师头一摆用这个青少年来教我的时阵我是做烦恼的，我会惊的，我惊伊因为这囡仔拢会去洗落去倒位行行，然后搁做病去带来教会，然后喂人我嘛会烦恼啦。但是我知影，这是上帝的恩惠，我需要听，我嘛只有做好保护。该讲该有话来做好，所以咱即摆，咱要听主、听人真要紧，第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咱要知影有上帝帮助，甲你听人讲，生命安稳的秘诀第一项有上帝帮助，你来了解。生命秘诀安稳的秘诀，你来知影有上帝的帮助。所以有上帝帮助非常要紧的，那是就诗人内底所讲的。我踮伫上帝厝内，安怎？我伫个安稳的心。我毋知你今日来到教会有安稳无？我相信咱就要有一个心，我非常安稳，感谢主，上帝当我安排。第二，生命里的安稳的秘诀，第二真要紧就是你的心爱有啥？有主，勇敢爱去面对，勇敢去面对。圣经的话安讲，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奥秘内，伊会保护我，互我秘密伊厝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什么叫石盘顶？就是互你徛了就知啊。你徛就知啊。互我的头会当压悬，超过包围我的对顶。这超过包围我的对顶，我看会着对顶是倒位。意思讲我看会着对顶是倒位。我要伫伊的奥秘欢呼献祭。我要手花我的事情，但是起码有这个心，有这个困难，有这个热情，我会当
敌，我会当面对。我拄着这困难，你有愿意去面对，咱起码任何人生的困难，袂当阻止咱甲上帝。这个是勇敢的一个第一要件，咱来了解。所以，但是嘛，伊有所说的6章13节，咱做伙来看吼，台语的汉语吼。所以，要用上帝所赐传道的武装装备家己，通行邪恶的日子，袂当抵抗对敌的攻击，坚持到底，持守真理。但是嘛，全副的军装，什么是全副的军装？咱若知影吼，佢咧去这个政报小组吼，伊若无穿这个防弹衣，吼，甚至若来一个看到就是伤着你的身躯。相反，圣经内面嘛有讲起，全副的军装咧创啥？军装就是要互你无看口，生命有看口，咱讲话，咱面对人，我数学就甲咱讲，咱看到人，咱的目睭会加来看3秒钟。你若袂吼，代表你这个人吼。你心内有代志，真超凡啊！唔敢面对人啊，这种真容易看会出来。所以咱人拢爱面对，不管这个人我介意无介意，我到底有了解伊无了解伊，其实上帝讲爱咱就爱学习，无论是你介意的人无介意的人，你拢学习用正面来看。所以有人讲啥啊？你若有交易就去对伊，吼，有人家回应讲。你拢无要家己看一个，安尼查囡仔看着你欣赏你，但是你目睭拢无要家看，你即摆做唔做嘅代志就发生。所以咱即摆，咱每一个人拢爱学习穿迄个全副的军装。圣经内面讲着一个公义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是啥？足简单诶，就是咧讲起，跟咱拄着啥？拄着有人要爱咱，甲伊做伙乌西、做歹的代志，咱是毋是公义的护心镜？袂使。这我袂使安尼做，哦，真实咧，真实咧，我知影我提小你这个答案，但是我听讲，这你唔通做。咱即摆真少人愿意安尼来讲，但是我伫细汉的中间是，无孙妈常常甲我讲，我常常甲孙妈，无孙妈，妈你甲讲，你安尼甲讲，有出讨厌的，哦，你讲迄话吼，会伤人的，但是吼，我非常看着无一摆。真正是无一摆，因为安尼，我的妈妈常常来，反倒都因为安尼，上帝都甲伊大助。所以还是即摆，基督徒要安怎样伫毋对的代志中间，咱依然勇敢徛在来面对啥？面对对敌所对咱生命的敌，甚至来祝福敌。但是即摆，圣经内面咱知但以理，伊伫囥伫即个西亚坑内面吼。狮子的情底的中间，伊伫咧中间，伊敢有勇敢徛在，也是行到天地出来讲，主下我无爱对你啦吼，我甲即个王甲伊讲哦，是咧啦，伊敢安尼？无呢，反倒等于勇敢徛在中心办上帝的代志，然后上帝救了你，甚至插最生命中。所以还是希望，咱的生命着爱为心爱为主上帝以外。咱搁爱勇敢来面对咱头前带互咱最危险的下面。第三，咱的生命咧安稳的地段，其实伫咱的圣经内底，伊后壁都有解释讲的吼。咱今日这个做伙来看，无停止呼求啦，爱祈祷，甚至爱自我心脏，咱做伙来看吼。圣经有安怎讲？伊讲世事，我的父母启示我，上主嘛一定会啦。会互我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支持我，这敢是呼求，是嘛吼？我应该行的道路，因对敌的等待，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因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因，因为因有贵情向我。圣经第13节到14节讲，我亲信这项代志，我了我的意志，讲到这啊。第10节到第12节，你讲起大敌诗人，伊咧甲上帝呼求，讲主啊，求你帮助，互我会当伫这对敌的内底，我亲所在，求你帮助我，互我知影要安怎样通行
看会到，所以很奇怪，你唔咧想象伊个，你头前细命落落来咧呼吸上面无，有无？刚咱是规险两间，刚咱今仔日出去咧面面时，刚咱照着即摆疫情的刚咱挂喙口，但是咱若想着讲要去教会，咱就上早，下三六只去教会，哦，三六只，其实我会感觉讲，当然人每一个人都有伊的信心的领导，咱拢有那是尊重，但是牧师有那鼓励咱着该有的生活习惯，该有的喙安，该早该顾该顾，然后人甲人保持伊该有的距离，这嘛是伫咱教会，咱拢咧遵守安尼规则来去。台湾有咧照安尼行，安尼行有无？伊是台湾有无？我牧师有一个新学院的同学，伊伫加拿大的缅甸教会吼，因为加拿大的新教会，昨仔3月份昨仔去新教会咧牧会，但是伊咧甲我讲，月月你台湾吼，大家人知咧行啥物？伫阮遮吼，台湾吼，迄根本就是有一个有第三级，甲无第三级，根本就无啥关系啦。你非常爱做，今仔已经耽误的时间。耽误的时间，但是伊已经拢无法度通好好工作，生活，甚至人甲人之间的感染的程度是更较大。所以咱就通知影，牧师毋是咧比较讲，咱因为咧做安全，咱拢要注意这个代志。咱就爱注意了解，伫咱的心底，咱是就徛伫信仰的道路，较难无相反，生命是永驻，是健康的。然后咱做好咱的本分来去。所以即摆疫情的中间，政府嘛真努力。当伊看见咱台湾的疫苗无够的时阵，伊有看见无？有看见去注意无？有嘛？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咱的信仰嘛，就安那，当咱拄着危险的时阵，生命内底生命无安稳的忧愁看到的时，你着爱小心啊，因为魔鬼拢会对咱。所以还是嘛，第四项咱来了解，圣经内面要甲咱讲起。生命要伫安稳的地段是啥？天后啦，爱信靠主，信心来信靠主。圣经话讲，我深信一件代志，我要活伫日子会享受上主的恩惠。你会享受无？还是你讲我知？我说啊，这种是我你会晓讲的，我会晓讲的呢。你有亲信无啦？是，代表讲我亲信一项代志呢。我感觉伊讲无爱去思考圣经的内容，伊讲我亲信这个代志，我要活的日子会当享受上帝的恩惠。伊讲第二嘛，这个方法第二嘛，信靠，你有信靠无？咱来常常思考。你有勇敢做大无？你就爱信靠你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掌管万物的上帝。即摆台湾无论伊喙口。伊旧年开始，真侪国际国家的状况，对无？旧年嘛，今年佫有经验哪2个外月会当降级解封，甚至稳定控制了。虽然还佫有一寡确诊者，但咱小小袂使来一个好。比如说，会当拍拖，侪人会互咱人的信心软正了解，互咱软正了解。甚至即摆奥运，咱有咧看奥运，大家拢。我昨暝我第7点半想要看这个足球感谢上帝，暗时我明仔日我看，赢咧，感谢主。即摆咱台湾伫奥运嘛，真做国际社会，甚至奥运内底咱国家的赢正，我感觉这是一个无顶头无顶的代志。咱台湾教育上good，咱有教育对比的方式。甲中国，甲即个社会、国际社会来咧发，阮台湾安怎？敢有？是无呢？我是非常感谢上帝，互咱台湾咱真做一个地位的国家。但是地位国家内底就要有啥？要有地位的国民。所以咱台湾非常的麻烦。共款，教会有一臃肿的教会内底就要有地位臃肿的信徒。所以家己今日行这讲。咱做伙诚做一个臃肿信徒，上帝期待咱一当学习诚做一个臃肿了。麦克拉瑟将军伊捌写一封回互你囝一个讲，讲主
主啊，求你教导我的儿子，在软弱当中能坚强不屈，在惧怕当中能勇敢自恃，在诚实失败当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当中能够怎样保持谦逊温和的。我求你，上帝，我求你，唔通将伊带伊到伫啥？迄个安逸的道路，就爱将伊放伫啥？困难、挑战、外人的刺激内底啊，互伊学习，伫各方中间啊，勇敢强壮。安尼太学习啊，去同情迄个团队啊。所以我感觉后壁即句，咱亲像咱讲咱的信咯。当咱会当去听一个志意说同情伊、帮助伊的人的时阵，咱就爱想大心思考，咱是毋是成做一个伫困难中间会当勇敢强壮？所以你知嘛？伊是人无一帆风顺，伊都同样是咱。伫咱的生命中，咱拢爱常常是不相信一定向前迈进。亲像哥伦布，咱知哥伦布伊发现新大陆对无？为什么？因为伊讲伊认为地球毋是圆的啦，伊认为地球是圆的啦。其实咱看会到海平面海平面真侪人认为讲迄当时讲头前已经无人啊，无国家，无啥物所在啊，但是哥伦布是唔对，所以伊就是开船，坚持讲我咧开船去找看卖。其中有三台船啊，其中有一台船啊，因为迷失了方向。大家人拢真懵呀，甚至甲伊讲咱转来啊，转来啊。哥伦布伊甲伊讲，伊讲甲他写一句话，伊讲今仔日咱要继续行，但是即摆你有要继续行无？你有要继续行？但是即摆咱的遮个坐位仔个坐吼，咱的教会还未开始正式好好去行，但是伫即段疫情中间，咱一直做跟教会。甚至兄弟姊妹的关系，伊知影咱教会无法工作，咱无法同去到教会去无法。但是有阵外围的兄弟同工打电话来问讲，牧师，恁教会这段时间像这个建筑我同去无法，阮就是一笔钱咱关系，无风险咱的教会，我心非常感动。我毋知影咱家己本身对伫咱伫教会诚做一个信徒。诚做主上的选民内底，咱是毋是共款的信心去听小主的教诲？但是即摆，伫咱人生的道路中间，疫情虽然会控制，但是未来的道路咱毋知影怎行是咱知影今仔日要互咱得到生命啊，有第一项，咱知影有主有啥上帝帮助。第二，咱知影勇敢去面对生命，甚至面对逆境。第三，咱就爱安怎？呼求上帝，常常求他应允，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踮伫上帝的内底是何等欢喜，何等的永存，何等的快乐。咱在咱常常的信心的生活中间，超出上帝的心意。我相信上帝的出来，互天伊的教会，是因为即份每一个听伊啦，是用信心的宣告，用祈祷来超出上帝的伟大，用互相扶持甲帮助。咱三甲建立一个三天和睦教会，咱去一摆人生做安排，希望阮的上帝，主我满心感谢你，阮恳求你，也感谢你，恳求上帝你赐了你贴你温柔的心，放伫阮大人的心内，互阮每一个人学习伫生命的道路中间，因为阮诚做你的儿女。阮着更加爱有信心来活好主，行人生的路。主，阮知，阮一生的年日了袂煞，阮知有主上帝你美好的心甲目的，就是要互阮的生命来荣耀主你上帝。恳求上帝你手赐对咱帮助阮，互阮伫虽然伫疫情中间，阮了有缘会当为着福音的缘故，做伙来做报传。主阮知影，会当报传福音是何等大的福气，就是互人认捌生命救主耶稣基督是何等大水的美好心。求上帝意思互阮帮助阮，互阮常常伫上帝你的话语、祈祷的内底来超出上帝你的心意以外，阮嘛尝试兄弟姊妹会当建立三条和睦、较侪关心、
通过无相款的方式，拢会当建立一个三天的共同体。主，我感谢你的主，愿上帝你赐福阮，伊接续无论伊疫情控制，以及伊教会进入伊解放的内底的限制，阮拢要意愿会当用和睦三天的心做伙来建筑一个福音三天教会。我每一摆愿上帝伊赐福，伊接续伊即甲了未接种疫苗，会再难以之外，根据上帝伊下天为咱福音信心坚固，会当做伙，而且接种疫苗的内底，我拢相信上帝伊会保守阮的性命，帮助阮，互阮就算伫接种疫苗了后所带来性命的副作用，阮拢要意愿会当勇敢承担，会当常常喜乐，身躯内底好的细胞、好的活力，会当来抵抗伊即摆疫情所带来阮性命的危害。我每一摆献上阮的恳求，甲感谢，愿上帝伊赐福，听我的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上到灵圣诗，圣诗第614首，圣诗第614首，我心良情，请你吟全首。我
谢你，你这个讲要就有关，咱下日子呢，记得平安，有做你好事。我若付出做你，阮的政府甲医生，我会避开风险，不是。我的价值，遵守政府政策，保护家己甲保护就是做。当然，你平时相当努力，付出做你生活较好，咱来感谢彼此，我不是过去的错误。请做伙来看经文。圣港事务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人伫教会消息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7月27到8月初降为疫情感觉，教会会当开放实体聚会，人数限定伫50人以内。请拿这个教会前，伫1楼招待道填写10连字的表单，也是扫描 QR code 发送简讯。落实10连字，用体温、酒精消毒，并保持安全距离，专程戴口罩。第二，招待大家为落实室内防疫工作，需要人员佩戴教会提供的透明防护面罩，使用了后再用酒精消毒，放伫招待用品区。第三，教会已经正式开始实体礼拜，若兄弟无方便参与，会当伫9点观看直播。第四，注意奉献，除了实体礼拜中奉献，委员会当用转账，也是请会计同工到府上收。第五，拜3十定位8月份，委员采用线上直播。伫倒位9月份恢复实体聚会。第六，7月28拜3已经召开第13届中级会议。第七，小组聚会对9月份正式开始，请兄弟有心参加。第八，下周8月7日为父亲节主日，欢迎所有做爸爸的兄弟做伙参与。教会将赠送礼物，公道事项请家己来看。8月份寿星，8月初2芙蓉节，8月初10女贞节，8月12保安出事，8月28饮食节。奉献部分人错误，请过过无明证。请咱做伙来读本首经句，家己甲外语搁读一摆。我是好的牧者。我家己的牛马看我，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我们请老师多请问。咱这历史伫遮补充报告吼，咱教会即马伫一个空间吼，咱有组一个停车位，吼，就是即个边仔即个上头头，咱这伊放一只即个报废车吼，即只车已经咱已经顺利甲因处理，所以咱若是边仔咱原先伫即边仔外面有一个所在吼，咱其实咱来停两位，咱一个停较里面，然后咱停过来后边出去，这庙里坐咱也是开车来就知影，嘛请咱数第一位迄个围里的内底第一位吼，迄个所在会使停吼，迄嘛是咱的停车位。另外因为咱配合即个疫调中心吼，就是咱即马以来吼，咱等下毋知影要怎即个扫描 QR code 的吼，请咱就是从咱的相机拍开，然后扫即个咱的 QR code。这要创啥？这就是若是讲咱能下载一个影片吼，叫做什么？不是机管家，有一个会当他会马上帮你追踪你现在的位置，你有没有经过哪些地方？不管这些 APP 你在什么，这是咱爱去下载。这无论是Android 系统还是苹果的系统吼，咱都爱去下载这个。这是一个真好的，就是讲它会每天它会告诉你，你有经过这个确诊，
的主机了，你有经过这样的课，讲这是课程的片，这嘛是集团局将通过中会咱会选做，希望讲咱所有人起码用咱做伙来配合。另外，现在咱安就接种疫苗，因为咱爱做造册，爱造册，就是讲你接种疫苗了，是咱这头配合咱未来如果咱若无接种疫苗的时阵，其实咱是暴露在更危险的风险当中。所以，所以期待咱教会嘛来做一个调查、造册的一个部分。所以，不管你是接种什么款的疫苗，请你小组去做一个报告，来做一个记录，安尼伫遮来补充报告。毋知有透出出来无？真欢喜咱去拜三甲今仔主席嘛真欢喜，老师比赛咱看见咱大家晚上的祝福咱平安健康。这几工因为有大风大雨，请咱会当注意安全出境咱就会去看一下气象马上要叫用路嘛是有危险，特别要注意咱这个时候邀请咱做伙咱来陪咱来行平安的咱做伙去咱做伙来吟上面的诗397首错诗。是，歹势，咱先请者，来，我叫咱报告者。你写咱后礼拜是887邀请咱所有兄弟，甲咱伫直播内底的爸爸咱兄弟请咱来会使咱会当做伙出席。咱教会会请上小小的礼物，嘛期待即摆咱嘛非常感谢上帝这黄长老经历着这个生命的危险的难关但是我感觉上帝真正做听受告诉咱互咱即摆的情况，咱有一个意会变成所以邀请咱后礼拜，咱拢是会使时间上咱做伙来参加后礼拜咱无小组聚会，所以请咱特别注意者9月份咱较正式开始咱这是做伙去，咱做伙来吟上面的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9点准时来开始，规矩到已经来了。